当迄时，亚西里的约翰伫犹太的旷野宣传讲：恁着反悔，天国，因为天国近啊！即人就是主所托先知以赛亚所指的讲，有伫叫伫旷野的，讲伊的声讲，被办主的路，修直伊的小路。即个约翰穿骆驼毛的衫，腰下披带，伊所食的是草莓甲山野的蜜。迄时耶路撒冷甲通犹太以及约旦四方的众人出来就近伊，伫约旦河对伊受洗礼，认因的罪。约翰看去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齐齐就近伊的洗礼，就甲因讲：毒蛇的类啊，罪啊，只是恁闪避将来会受气啊！所以恁着结好合伫反悔的果子，目的家己拍算讲，有阿伯拉罕做阮的爸，因为我甲恁讲，上帝会对遐个石头出子孙互阿伯拉罕。当埔头已经下伫树头，既若树无结好的果子，就迄伊就错伊迄落火。我用水甲恁行洗礼，要互恁反悔。若是缀尾我来的，比我较有权能，伊的鞋我也袂堪得摕。伊要用信心甲火甲恁洗。伊的手摕簸箕，要将迄场一净簸收伊的麦疮，入伊的麦香，就用麦簸的火烧伊。请陈美玲牧师讲道，题目是恁爱反悔，天国近啊！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大港节第2主日。大港节是甚物？可能有真侪基督徒也无啥理解即个节期的意义，认为这就是一段互咱会当做圣诞布置，也是备办圣诞节活动的日子。但是大港节的意义实际上是搁较重要的。因为教会节期就是用大港节来做开始，全世界教会对即个节期开始就进入一个神圣的期待，毋是期待圣诞活动，也是圣诞礼物，是咧期待耶稣基督搁来的愿望的下面，咱搁一摆看清楚家己，咱也趁机会来整理家己的性命。所以虽然这段期间的活动多，东港真无闲。兄弟姊妹嘛，因为到年尾有真侪工课，也是计划要完成，所以咱的身躯会感觉哪来哪野身，内心也哪来哪空虚。面对太侪需求、太侪责任、太侪声音，咱哪行哪紧，但是咱的心较互摒伫后面。所以今仔日咱透过大港节第2主日这段经文，将咱对咱真熟悉的宗教的仪式。节期活动也是日常生活中间来抽离，互咱会当伫一个完全颠倒变的处境，毋是伫一个闹热的城市，较是伫一个只有刺皮甲土沙的旷野，无有真轻快的圣诞的音乐，较是一个穿骆驼毛、腰下背带、食草莓甲山蜜的人，伊用性命伫遐喊话悔改信息。愿望咱会当伫即个2000多年前的旷野内面，重新互咱的性命来聚焦伫即个特别来的耶稣。经文甲咱讲，行洗礼约翰所传扬的所在是伫旷野。旷野是一个荒废、人无要想要踮的一个所在。但是为什么行洗礼约翰伫无人的旷野宣传，较无伫闹热的街市讲，互搁较侪的人知？因为旷野是一个互咱有机会甲上帝相拄的一个所在。伫人群中间的咱，习惯带着真高的一个面具。这个面具毋嘛，互咱无法度面对别人，甚至有当时啊，咱嘛无法度真实来看见家己。搁较免讲会当对上帝诚实。所以伫什么拢无的旷野，人除了会当真清楚看见家己。嘛会当排除杂乱来听见上帝的声，
所以伫圣经内面，咱会当看见上帝伫旷野进行伊的工作甲伊的呼召，亲像摩西、大卫也是耶稣，因拢是伫旷野中间来经历上帝的困难。另外，这段经文嘛讲出加色的约翰出来宣扬的迄个时间点，当迄时加色的约翰来，当迄时是啥物时呢？根据路加福音提供的资料，当时是罗马皇帝该撒特比牛在位的日，迄时政治真平静，经济真发达，所以大部分的人是安静安稳地过日子。但是就伫即种安稳的日子，行洗的约翰甲宣传恁着悔改，恁着反悔。反悔的意思就是转悟，毋若是咱内心的一个转向，伫实际生活也是咱的行为顶面，嘛需要转向，离开罪恶来归向上帝。伫中世纪有一个犹太学者，伊安尼讲，伊互反悔一个定义。伊讲，悔改是罪人弃杀伊的罪，铲除犯罪的意念，坚信决定无搁来犯同款的错误。所以这是伊互反悔的一个定义。但是咱看见行洗的约翰的宣传，对当时生活好势的人来讲，因会感觉我哪有啥物通需要悔改咧？就亲像咱甲咱的亲人朋友传福音。因嘛无理解，明明因无犯罪，为什么基督教较一直讲人有罪咧？另外，行洗的约翰嘛讲天国近啊，但是伊所宣传即个看袂见的天国，到底伫倒位，生做甚物款？敢有法度会当看见咧？敢有法度会当甲即个看会见伟大的罗马帝国来做比拼咧？所以，亲像咱也甲人传上帝国。迄个人可能嘛会挑战你，你证明互我看，即个上帝国伫倒位啊？咱即个世界有食有啉，有逐样的享受，敢无比你讲的迄个上帝国、看袂见的上帝国搁较好吗？真有意思的是，天国即个字只有伫马太福音来使用，并且拢总出现38摆。天国会当讲是马太福音的特色。但是，即个天国是啥物意思咧？咱的信仰所讲的天国，甲天堂是无共款的概念。天堂是咱死了后要去的所在，但是天国是上帝掌权的国度。原本上帝伫天甲地伫遐做主宰，但是因为人类犯罪离开上帝，所以上帝旨意敢若会当实行伫天里。袂当实行伫地上，但是耶稣来啊，借着耶稣道成肉体，上帝的权柄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所以行洗的约翰才会讲天国近啊，因为当耶稣来，天国就已经实现伫咱的中间。所以行洗的约翰这个人，伊的角色就非常的重要。伊毋是伫遐黑白喊话。马太伫遐解说讲，伊的声讲避犯主的路，修直伊的小路。即句话是引用以赛亚书第43章，用这来说明约翰的伊的任务。行洗的约翰的任务，就是替耶稣要传天国的福音进前来避犯道路。行洗的约翰就好亲像古代的君王要出巡的进前。头前拢有一批的人伫遐喊讲，伫遐提起人民讲：哦，君王要来啊，君王要来啊！并且即批的人，若伫路里看见路有空，也是弯翘无平时，因就爱伫遐先将即个空修好平，互君王会当真好势行伫即条路的顶面。所以，伫耶稣出来传天国福音进前。行洗的约翰就是即个先遣部队，伊出来要将人内心做弯翘、破空的所在修好平、填好满，互耶稣所传天国的福音会当伫人的内心定根成长。我想伫即段经文中间，旷野
还是天国，这两个字，真做咱真大的提醒。就是咱基督徒伫经历咱的生命真绝望、孤单的旷野的阶段，可能咱会用真侪方法来帮助家己来爬起来。有可能咱会去找协谈，咱会去做运动，咱会去度假、食物件等等。但是咱敢捌想过，迎接天国入来我的旷野，来做换身医治的工课咧？伫顶礼拜六暗时，我伫教会的心灵咖啡角落值班，我拄到郭路德的一个朋友，伊甲伊的爸母做伙来找路德。即个朋友伊是脑性麻痹，伊一只手也无指头啊，但是伊非常热情介绍伊做的咖啡，甲伊真爱弄鼓。也是伊真爱唱歌敬拜上帝。伊的爸母嘛，互我印象非常的深刻。因看因的囡仔的眼光是无比的自爱甲骄傲。伫交谈的中间，即个爸爸甲我讲，即个囡仔是因家庭内面的天才。即个妈妈嘛分享，因的信耶稣是因为即个囡仔非常爱去教会。最后来，因全家就洗礼归伫主的名。这个火啊，因的平安，因的喜乐，伫我写这篇讲道片的时，不断出现伫我的头壳内面。我就在想，若无耶稣，因可能就无共款啊。但是，当天国的福音入去因的旷野，因嘛接受。原本。可能因的性命好亲像伫旷野漂流，无定着。但是耶稣的福音，较互因的人生重新来得到定位。这段经文接续落来提到三种人，第一个人就是行色的约翰。这个约翰穿骆驼毛的衫，腰下背大，伊所食的是草莓甲山野的蜜。真侪人伫解说这段经文的时，会讲：哎呀，军地主的人就爱亲像约翰过这种真简单朴实的生活。但是咱看约翰的生活，若是简单，伊的生活会当讲是一种流浪的人会安尼生活，野人的一种生活。这绝对这毋是经文爱咱学习的重点。照道理来讲，行色的约翰的老爸是一个祭司，子承父业，所以行色的约翰应该爱照礼仪，伊爱真规矩来穿插，穿祭司的衫，然后清清气气，袂当去摸遐动物，袂当去摸这山野的蜜，伊爱伫圣殿内面服侍。但是咱看约翰较生活伫旷野。伊的穿衫、伊的食物，完全违背祭司的规定。这毋是伊青少年时期背逆父母，这是因为这就是上帝予伊的使命。伫行色的约翰出世了后，伊的老爸祭司撒加利亚互圣神充满讲：“儿仔，你也要称做至悬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伫主的面前来备办伊的路。”互伊的百姓对得到赦免，就知拯救的恩。虽然看见透过伊家己的老爸，互信心充满，讲出即个囡仔的未来。约翰生落来，毋是要做祭司，伊是爱做一个先知，并且咱若看《王记下卷》，伫遐描写以利亚先知伊的穿插，就知影约翰伊的穿插，甲以利亚先知非常的相共。伫即段经文非常有意思的是讲，迄时耶路撒冷、甲犹太以及约旦四方的证人出来就近伊，对约旦河对伊受洗礼认因的罪。即个亲像野人会行洗的约翰，到底有啥物吸引人的所在？伊无亲像现代有的传道者，染金色的头毛、穿皮衫，伊嘛无伊的讲台嘛无喷干冰。也是拍迄个真五彩的电火，伊嘛无伫遐跳来跳去，互规个聚会热噗噗，并且
根据第1世纪的历史家约瑟夫伊记载，惊死的约翰伊从来毋捌行过任何神业，伊无互泉石对天落落来，伊嘛毋捌医病赶鬼。咱可能会想安尼是一定是伊讲道非常吸引人，但是咱看见伊所讲的话内面，无囥故事，嘛无笑话，甚至是会得罪人的一个道。伊讲啥？恁着反悔，因为天国近啊！甚至非常直接骂遐就近伊想要掠洗礼的撒都该人、法利赛人讲：恁才会毒蛇的类啊！所以咱看见，也毋是伊的讲道真吸引人。安尼为什么遮个人想要找行洗的约翰来找伊洗礼咧？有真侪种的可能性。有的人可能是跟风，就是人做啥嘛爱跟缀伫做啥。因为行洗礼约翰的洗礼，伫当时算是一种新的物件。当时嘛有洗礼，但是当时的洗礼是互外邦人归往犹太教教导的时所做的一个礼仪。当一个外邦人伊想要加入犹太教，伊就要做安尼一个洗礼，表示伊放弃伊外邦的身份，伊要转往犹太教的信仰。但是行洗礼约翰的洗礼毋是安尼的洗礼。所以对迄当时的百姓来讲，哇，若去行洗礼约翰遐，迄就是对流行行嘛。亲像台湾有一段时间的教会，嘛非常时行去新加坡，也是去韩国访韩盛会。到底去遐得到啥嘛毋知，但是真侪教会拢去，咱嘛袂当输。另外，当时去领行洗礼约翰洗礼的人，嘛可能认为。这个约翰就是迄个要来的弥赛亚，所以咱紧去找伊来领洗礼，咱紧去伊的面前认罪悔改。所以短短一段经文，甲咱讲，遐尼侪人总是可能是几啊种的心态。过来是撒都该人甲法利赛人，这宗教方面的精英，竟然因嘛来找行洗礼约翰来洗礼。但是透过约翰的话，咱知因的心并无单纯，因是想要闪避将来的生气。因掠做因来洗一个，就当免除上帝将来的审判。所以约翰伫遮引用旧约以耶利米先知的警告，来警告这个撒都该人、这个法利赛人。耶利米先知这段经文原本是咧警告埃及。警告埃及讲恁得要互巴比伦毁灭的话，所以约翰引用这段话，伫遮讲，伊的声亲像蛇在行，对敌要归阵来，因要举斧头来攻击伊，亲像刺树的人一样。上主讲，伊的手拿虽然真密，因也要错伊，因为因比草莓较多，袂会算得。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，撒都该人。法利赛人因想讲领洗礼就会当闪避将来上帝的审判，亲像蛇秘伫树篮内面。因想讲哇，这个树遐尼啊多，我会当真安全秘伫这个树篮内面。但是当人来触查，也是人来放火烧柴的时，这蛇类根本都无法度秘起来，因就爱逃命。所以约翰引用安尼一段经文来提醒这个宗教的精英：恁表面来领受我的洗礼是无法度互上帝接纳的，恁一定要结迄号合治反悔的果子。意思就是，上帝毋是看外表仪式，上帝重视的是咱内面是毋是真正的反悔。约翰并且嘛用果子树来做一个比喻，伊讲，若是一丛果子树，伊真健康，就一定会结出水佮甜的果子。但是你若看规丛果子树顶悬的果子生甲烂糊糊，这表示这丛树的本身伊就是无健康的一丛树。所以约翰嘛讲到非常直接，当斧头已经下伫树头。既若树无结好果子的，就错伊迄落火。迄落火意思就是表示上帝永远的气煞。
伫遮嘛有一句话非常会提醒咱，就是约翰对遮精英讲：无得家己拍算讲有亚伯拉罕做阮的爸，因为我甲恁讲，上帝会对遮石头出子孙互亚伯拉罕。遮宗教精英上尊重的就是因的祖先亚伯拉罕，并且嘛认为家己才是亚伯拉罕正统的即个后裔，其他民族的人甲上帝祝福完全无关系。但是行说的约翰伫遐提醒，血统甲上帝应允完全无关系。因为上帝既然会当对无来创造万物，伊当然会当对石头来创造出属伊的百姓。即句话咱若理解伊的背景，就知影行说的约翰毋是黑白讲的。伊有当时咱会甲囡仔讲啥？啊，你是对石头造出来的。但是行说的约翰毋是安尼意思。行说的约翰的话是有历史的根据。伫以赛亚书第51章有安尼讲：恁遮对立公义、找上主的，就听我；恁就想看恁对遐拍出来石盘，对遐掘出来的土坑。伫遮以赛亚先知将亚伯拉罕比作是对遐拍出来的石盘，所以约翰继续延续即句话讲：任何石头拢会当互上帝使用。另外，希伯来文的石头，甲囝即个字的字形非常的瓦近，所以用安尼的话，互当时的听众来听出行说的约翰伊讲安尼的话一个迫切性。但是伫遮，约翰即句话互我真大的提醒，伊讲无得家己拍算讲，不要自己心里说。那用伫咱信仰的现场，可能会当安尼翻译讲：无得家己拍算我是一个牧师，无得家己拍算我是长老执事，无得家己拍算我信主真久啊，无得家己拍算讲我有做真济服侍，无得家己拍算讲我出世伫一个基督徒的家庭，无得家己拍算讲我参加真济聚会。信仰上大的陷阱，就是咱家己掠家己已经是够野。当咱自认非常安稳、非常充足，就会将家己的目睭甲耳孔牵起来，无法度听见别人，嘛无法度看见、无法度听见上帝。所以对这个群众、对这个宗教人士，互咱看出。咱内心所想的，无一定完全反映出咱的性命，嘛无一定对咱的性命上有帮助。所以，咱若继续用阮互咱家己的想法牵咱行，就亲像将家己交伫一个目睭看袂见的人的手里，可能行咧，咱就行陷阱。但是约翰讲。生命的光，真正的光来啊！当人认定行说的约翰就是弥赛亚要来拯救的时，约翰无期工，伊嘛无想要篡位。这个永远甘愿成做男配角的行说的约翰，伊将真正主角来介绍出来。我用水甲恁行说的，要互恁反悔。若是缀买我来的，比我较有权能。伊的鞋我也袂堪得摕，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，伊的手摕簸箕，要将伊迄场一尽半，烧伊未入仓。若是未香，就用袂花的火来烧伊。若是缀买我来，但那在我以后来的，这个毋是讲时间顶面会晚来，嘛毋是讲地位会次要。因为行说的约翰知影，伊是行伫即位要来君王的面前，迄个开路的人，伫伊后面，才是人类应该欢迎、应该尊重的君王。所以，虽然遐尼侪人来找伊洗礼，伊的地位当时嘛非常的悬，但是行说的约翰知影，伊毋是众人所要期待听候的迄位。
伫遮伊嘛将家己甲迄个君王的地位做一个比较。大声伊讲：伊的话我也袂堪得听。当时的话毋是批话，是草编的话，是打过落瓜梅的话。所以，甲主人也是甲人客摕鞋仔的，就是迄个上卑微的奴仆的工课。所以，咱看见一个遐尼多群众拥护伊会行洗礼约翰，较讲伊家己连替耶稣摕草话嘛袂堪得，这是真正的谦卑。可能咱看咧，咱拢感觉会替伊打抱不平。哎呀，你真做一个永远的男配角。内心敢袂无平衡咧？但是透过行洗礼约翰，互咱看见，当一个人真清楚认清家己，并且知影家己伫上帝大计划内面所扮演的角色，安尼问题不但袂困扰伊，并且伊嘛会当伫安尼身份内面安稳自在。接续，约翰嘛将家己的工课，甲即个要来的君王来做一个比较。伊讲，伊是用水甲人行洗礼，毋过伊是来开路的，伊是来陪伴人的心若定。但是迄个君王要做的是啥？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。伫遮的圣神甲火是两项共类的形容，所以咱会当安尼来理解。大神对伫遐愿意真实认罪悔改、相信耶稣的人，耶稣要用圣神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得到新的活命。毋过，对伫毋愿意悔改的人，耶稣要用火来甲因洗礼。火的洗礼就是审判。另外，约翰嘛用收割麦仔来形容耶稣的工课。伊的手提簸箕，要将伊迄场一斤半收的麦入仓，若是麦香，要用卖花的火来烧伊。当耶稣过来时，会将真正的麦仔收入来，但是遐拍落来无价值的麦的外壳，放就放等伫火里来烧。伫遮嘛是伫支持遐撒都该人。遐法利赛人，哦，恁莫想讲有敬虔外表就会当骗过上帝，因为只有上帝才会当真正来分别来做审判的工课。兄弟姊妹，你是麦仔，也是糠，可能伫真侪人的眼中无法度分辨，但是主拢知。但是伊嘛不断互咱机会来认罪悔改，互咱归向伊。所以伫即个期待耶稣的节期，咱会当来做几项灵性的操练。每一日，咱留10分钟互上帝，无看手机啊，无讲话，无回信息，专心读圣经、祈祷，互上帝旨意取代咱家己的暗算，咱的拍算。互上帝伫咱的内心来做工。第二，咱来做一届好好的行动。耶稣来到世间，用是一个互咱甲上帝好好，所以咱嘛着学习伊的模样。第三，清理咱生命中间无必要的负担。即摆人真爱讲断舍离，互咱的生活较清幽，但是咱的生命嘛需要断舍离。所以会当问家己，我的生命内面有啥物无必要的物件来占满我的内心咧？可能是一段无必要的关系，可能是一寡物质的欲望。这物件虽然伫咱的内面，但是伊是无价值的坑，伊无营养、无价值。但是咱敢愿意交互耶稣，互伊来将这物件来除去咧？第四，互上帝来惊动你一届。咱会当去做一件平常无去做，但是是上帝一直催逼你去做的代志。可能是甲人道歉，也是邀请别人，也是敲一通电话去关心人，也是去做一件服侍。
咱互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来修平、来铺平遐个冤巧甲破空。兄弟姊妹，当咱愿意行入即个旷野，你会发现天国已经伫咱的中间实行。你嘛会知影，不但我的罪得到赦免，并且我也会透过上帝，互我一届搁一届的磨练，伊要炼净我生命中间这无价值的坑，伊要将上有价值的麦留落来。愿主伫即个听候期待日子，陪伴咱的心，来成做互伊来临的道路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你来拯救阮的性命。阮也相信你也要搁来，即届来，你要来辨别什么是麦，什么是糠。主恳求你帮助，互阮伫即个世间听候的日子，阮会当学习来成做是一个好麦仔，将来互你会当收日仓。主恳求你也帮助，特别伫即个大港节期，也互阮会当来操练安怎来听候你，互阮伫即个节期会当进入阮生命的旷野，伫遮来整理阮家己生命中间遮个真误会，也是遮个困扰阮真久的问题，互阮会当愿意交互你来做清除换新的工课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，阿门。阿门。